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代，头先就来报您知。2013年，屏东港大兴渔船和菲律宾的军舰开枪，今日菲律宾破决因的海防人员上古爱关14年被告过。反送中示威不断，也有支持香港警察的人做伙唱中国国歌，也甲反送中的示威者发生冲突。阳明大学甲交通海洋今仔日拢召开校务会议，因也同意两间合作一间。在2013年，屏东渔船港大兴28号，伫咱的经济海峡和菲律宾海防军舰甲开枪，造成船员洪兆成来死亡。菲律宾马尼拉地区的初审法院在今仔日判决这8个开枪的海防队员杀人罪成立。相当爱封关14年8个月，也爱付大约是新台票买6万的民事赔偿加精神赔偿。加上虽然无满意这个判决，不过因也是接受啊。菲律宾海华防卫队员去捕枪在大台湾港大兴28号渔船，当发觉渔船要加速离开，各用机关枪来扫射。这是2013年发生的港大兴案件，迄当阵造成船员洪兆成死亡。这被菲律宾当地宣判8个涉案的队员杀人罪成立。菲律宾马尼拉的地方政府在9月18号的时候宣判广大兴28号渔船案有8名涉案的菲律宾的海巡人员杀人罪成立，司法正义终于获得实现。这8个被告刑期拄8年，搁1天到14年8个月，搁1天不等，而且需要共同来付5万块菲律宾钱的民事赔偿，甲5万块菲律宾钱的精神损害赔偿。外交部对这个代志表示肯定。不离过当年5月份，港大兴28号伫台湾经济海峡内底，叫菲律宾的船舰开枪，造成船上有50外个枪指孔。台湾检调伫1礼拜以来就去当地调查，两国进行司法协商真侪解，嘛23个月以来同时起诉，毋过判决书加速等6年外。家属对这个结果表示无满意，毋过会当接受。是不合我们的想法的期待啦，但是我也能接受啦。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我们政府，你包括你看现在判决还是媒体跟我讲的。加上嘛批评政府对案件无够用心，若是伊当阵担任检察官，亲身去菲律宾进行调查的律师是认为，台湾已经尽力调查，嘛用证据驳回对方真侪项的辩护。是从早上8、9点开始，一路讯问被告到凌晨，因为去的时间有限。在国内的部分，很多机关都有协助，不管是渔船的上架就是要架起来才能够去检测弹孔真的有多少。为了国家，那是呢也蛮有危险性的。据了解呢，他们第一次去是从马尼拉搭小飞机，同时被告坐在他们后面。虽然两国的法律无同，毋过甲台湾的杀人罪刑度比起来，律师认为判决的结果也算是公道。不离个被告律师按审讲要阁提出上诉，需要台湾政府继续来甲家属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昨暗头仔雄雄出现伫中选会，外界掠准讲伊要去登记，毋过透早伊也出面来陪会，讲是去甲伊母亲带回来，也讲好佳在身份证有伫身躯顶，若无会互提去登记。另外，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无要参选了后，接落来也会举办感恩餐会。郭办也出面来否认讲接受亲民党的推荐参选这个可能性。也若甲韩国瑜见面，因是回应讲无时间。热情的支持者嘛，一直鼓励我去选嘛，甚至还找到我妈妈，就这样啊，我去中选会把我妈妈带走啊。这开喙道声丁17号尾晚去中选会，唔是去登记参选，只是去带走柯妈妈。还佫提出身份证表示，好佳在有早咧，若无差一点就未登记。佮讲柯妈妈对郭台铭无要选真无谅解。发现我妈妈大概代表台湾这个知识分子的焦虑了。郭台铭无选，啊，这那是要安怎？我台湾没那么危险的，美国排掉，变紧张了。我发现很鼓励我选的是我妈妈。
是不是可能甲亲民党合作，或者是争取总统参选门票原提示保留空间？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幕僚是直接否定亲民党推荐的可能性，强调政治代志到这为止。郭先生他自己是亲自否认的，他说绝对没有这样子的事，那请大家不用再担心了。他也要我表达一个态度，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已经退出了这一场竞选活动，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就到此为止。伊表示，郭台铭帅气要做3件代志，首先是北中南6甲8场的感恩参会，过来是成立智库甲创立学校，继续为国家服务，立即能量。不过也无排除部局立委选举，郭国王这边也是会做。我们希望说跟一些理念比较一致的人一起来合作，这当中包含了台湾民众党，也包含了王院长提出的大联盟。自然的在这个运作当中。最后要什么一个结果，还是不得而知。王金平对参选依然是看姻缘，家己有20万份连署书，暗过无登记是尊重国民党。另外，郭台铭出去是不是甲高雄市长韩国瑜见面？郭台铭办公室强调，韩市长真无行，无想要耽误伊的行程，正是无需要有这个安排。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表态无要选总统，所落来国民党甲高雄市长韩国瑜是计在继续向一个郭党来发声。下晡韩国瑜也表示讲，希望会当拜访郭党的。另外讲，这个韩朱配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今仔日也强调讲，一定会甲伊斗3工。朱大姐，动帅，朱大姐，动帅。大声发动选前，国民党主席洪秀跳早起出席中央敬老活动，甲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共台。朱立伦17正拜会洪秀跳，外界好奇2人讲什么？朱立伦强调，就是要帮助伊全力辅选台南立委，因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无要选控，大家拢在摇韩朱配是不是有可能？朱立伦依然强调，伊一定会斗3工，也呼吁党内一定爱团结。郭董事长做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格局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啊，正如我讲的，国民党一定要团结才能够胜利。对郭台铭退党，阁无要选2020，洪秀跳强调，也是感谢伊过去对国民党的帮助。我们要抱着感谢的态度、感恩的态度，而且肯定郭董以往的对党的一个贡献。同时，我们自己谦卑改进。那我不能讲说我怎么处理。我只是国民党主席，但愿那种和谐之气能够重新再恢复。高雄市长韩国瑜是强调，继续透过管道联络郭台铭。好朋友也非常的热心在联系，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一定尽可能赶快，有可能的话赶快拜访郭台铭董事长。韩国瑜也向国民党甲郭台铭发挥，希望大家珍惜这个大家庭，共同为这个团体目标奋斗。记者综合报道。前副总统卢秀莲要代表喜乐岛联盟参选后一任的总统，民进党党主席杜英泰今仔日也去拜会卢秀莲。杜英泰讲，希望卢秀莲来斗3工，互更较侪少年人会当加入民进党。伊也希望讲，伊的连署千万唔通互某一个党来变去。卢秀莲也回应讲，伊是真侪政党拜托伊出来选的。或者是那个秘书长他这个。民进党主席杜英泰早起特别拜会前副总统卢秀莲，而且会谈50分钟。会后，卢秀莲嘛鼓励杜英泰伫党务面顶爱加油，因为卢秀莲17代表喜乐岛联盟参选2020总统，引起大家讨论。外界烦恼讲会造成绿营分裂，杜英泰嘛因为安尼亲身来向卢秀莲请教。经过了解，过程当中卢秀莲甲杜英泰表示，表示伊是来宣达处罚的决定，佮讲拄好会当认真检讨党内真侪党纪的问题。针对处罚的代志，杜英泰是无承认，强调讲干那希望卢秀莲会当斗3工2件代志，其中一项是希望伊会当互更较侪少年人加入民进党。他传达2件事，他希望我明天开始展开了联署，不要被某一个党操弄。第2点是非常希望说，我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民进党，然后能够有更多的合作。
针对倒英台希望卢秀莲伫咧联署面顶唔通去互某一个党来操作，卢秀莲回应讲，伊唔是去互某一个政党来操作，是真侪政党拜托伊出来，而且伊当然嘛希望国家未来主人拢介意上好的政党。我也希望他这紧接下来的动作，还是要站在台湾派、中华民国派、中华民国台湾派的这样立场，以保卫本土政权、维护国会优势，再来推，我们才能够确保进步价值这个3大理念之下，能够共同的来做好这个工作。随风倒英台离开卢秀莲办公室的时阵，相好看起来真客气。不过卢秀莲表示，倒英台伫进前知影讲伊要参选的时阵，原本就希望讲伊会当伫联署参选登记进前会当见面开讲一下。不过因为时间无法度安排，怎来取消？针对卢秀莲要参选总统，前总统陈水扁是透过人面册发表卢秀莲是无法度当选，所以当互蔡英文选袂掉的看法，嘛引起真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到咱外交的消息。第74届联合国大会顶头，台湾11个友邦联署，和联合国的秘书长讲爱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也爱开放台湾民众提护照参访联合国，发予台湾记者采访证。另外，所罗门甲台湾断交，当地居民也真不满，甚至有的所在要求要独立。美国副总统也因为所罗门甲台湾断交的决定，拒绝伫联合国大会甲所罗门总理来会面。所罗门群岛决定和台湾断交，转向中国，所引起当地民众不满，尤其是祖国上大省马来他省反弹上大。17度和平抗议，民众上街路举支持台湾对中国讲败的标语来相挺，甚至讲出现要求独立的声音。所国在野的所罗门群岛人民第一党副主席菲利普，就伫面册顶悬打出马来他人民国基本声明，指出马来他选出来的14位国会议员反背人民，无听民众反对的声音，坚持投下和中国建交的赞成票，所以因要求马来他脱离所罗门群岛，并且和所国当局30天的时间。同时间嘛要求当局爱付20亿的苏币来感谢马来他人过去对所罗门群岛的贡献。佫毋但安尼，所国这项决定嘛得失着美国。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副总统潘斯捌敲电话和总理苏加瓦瑞安排伫联合国会面，但是虽传出大数断交，潘斯嘛决定拒绝和苏加瓦瑞会面。美国国务院嘛表达失望。美国在台协会是表示，美国继续伫关心中国乌台湾友邦的作为，并且当咧探讨关于应对的各种选项。美国继续挺台湾，咱国其他友邦嘛展现力量。联合国17开议，到11个友邦派出代表亲身去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送交台湾诉求信函。外交部嘛针对这件代志对因表达感谢。中华民国政府在此特别诚挚地感谢友邦坚定的支持，并重申台湾2300万人有权利参加联合国体系。我们呼吁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接纳台湾。包括贝里斯、海地、诺鲁等11个友邦亲自说明，联合国拒绝个人提咱国的护照换证，入去联合国参访、采访也是出席会议，违反联合国的原则，要请联合国赶紧用适当的方式接纳台湾的参与，并且更正不合理的排斥咱国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大会伫后礼拜2伫加拿大总部要来举行，不过到昨暗，咱外交部拢无受到邀请。交通部长林佳龙日前也联络国外媒体，希望各国支持台湾加入这个组织，但台湾也会带团到现场，甲大家来交流。 2013年，咱国以特别来宾身份参加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大会，先甲观察员同款坐伫会场后边，嘛无发言权。毋过会当知影大会公布的第一手的消息，并参加相关的研讨会议，是重大的突破。毋过伫2013年了后，咱国都无向邀请代表团，该当伫场外甲其他的国家交流。 大陆是好像是常任理事国嘛，那他要不反对，那我们当然就可以比较热烈的参加。这次他们去没有办法进大会的会场，但是他们可以跟各国，比如说我们谈航权或谈本来就要谈的事情，在那边就可以见到很多的国家都可以谈。 国际民航组织 ICAO 是1944年由50个国家签署国际民航公约所成立的。 总部伫加拿大蒙特娄，每3年召开一摆大会，交流甲公布国际飞行范式。台湾是 ICAO 创立会员国家之一，毋过1971年退出联合国了后，嘛失去 ICAO 会员资格。
航空学者认为，参加 IQ 意义是会让知影上升的国际飞行规范进步。带团去场外争取入会，实际效果并不大。那假如说我们有参加这个会议的话，我们当然就可以获得第一手的讯息，不会借由其他的会员国在取得这些资讯。我们其实还是要有其他会员国的一些推荐。交通部甲外交部比较3年前无向邀请惯例，一是带团去 IQ 会场外口，除了甲会员国家交流，卖动员交包。向大会进前，交通部长林佳龙近日嘛连续投诉国外媒体，向国际寻求支持入会。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大武营区是陆军航特部空降训练中心，未来大武营区会搬迁去屏东空军基地内底大胜西营区。军方今仔日也特别展示线边训练成果，为着要来纪念大武营区为国家奉献。潮州空港定位顶面，新良小做电视会是跳伞，电出谈到1件的6人踏伞特机，伫8000公尺高的天顶完成任务，了后全部顺利降落。陆军航特部特别选伫咧屏东大武营区空港训练中心安排跳伞训练精辟展示，纪念特别听签的屏东大武营区。我们又可以在机场的所谓大胜西营区的地方，另建一个全新式的伞兵训练中心。这2个期间完全是无缝接轨，而且可以提升我们伞兵的训练中心。航特部表示，目前大武营区内面的伞训设施会继续使用，暂时未受工程的影响。明年开始搬迁的时阵才做调整。空军伫屏东基地早起是发生意外状况，第6联队第34中队编号3309 AP3C 反舰机早起执行例行任务，起飞71分钟，机舱内面都有怪味。组员发现，座舱内有异味。依照紧急程序来处置呢，异味就是视同我们的教授未来做处置，所以呢，机长当下下决心就是返回屏北机场落地，在10点47分的时候安降在屏北机场，人机情况均正常。因为今年7月中，某一台属于屏东基地的 AP3C 反舰机出现机件过热的警告灯号，军方是回应这2个案例原因是毋是共款，会由专案小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今年高丽菜继续拢有帮。在今年8月开始，农委会农粮署也开始施行高丽菜种植的预警措施。伫咧这个月初，发现讲超过2成，也发出了警报。未来农民若无准要来配合这个调整，到11月大出的时阵，继续可能会再放一届。辛苦种植2个月，收成的时阵，煞因为各地大出，连采收弄了钱，农民直接抛菜烂伫田内底。高丽菜产销失衡，逐年发生。为此，农委会实施正式预警措施，希望农民登记来控制产量。8月开始实施，但9月初就发出叫小警报。因为累积的量已经达到713万丛，超种113万丛，将近2成。农委会表示，好佳在这几旬拢减量，无到11月收成时阵，继续可能会落，但有缘需要监测。先预警啊，它不一定会崩跌，因为你知道种下去以后70天后才采收嘛，万一有台风来了，不仅没有崩跌，还会大涨。农委会表示，要密切观察是毋是拄到天灾，随时来调整。地方嘛乐见农委会推出预警机制，但毕竟是第一届推动，是毋是有成效，搁值得观察。程序上做法上是要更透明，莫有农民就讲是一寡特殊的人去把持遐面具，让他们少数人有早去登记，其他人无早登记，莫有农民有这种疑虑的话，那应该会大家会很赞同这种做法。农委会指出，9月上旬新增的数量搁减少，落到警戒值范围以下，嘛就是600万丛之内。只要莫连续3旬超种，应该未出现大崩盘。但若11月收成期产量伤过悬，会采用出口或者是加工等应变的方法。记者林庆明、吴华宝台北报道。客运公司日通客运伫咧走云林嘉义甲台北之间往回，拢总有4条路线。但是超过65岁就会当拍半票，不过伫10月初1了后就要来取消咯。也因为高铁云林站开了后，较少人客来坐客运，佮再加上因拢毋捌甲政府领补贴，了钱是了甲挡袂掉。
儿童客运到处公告，10月1开始为婚姻岛老西里苏澳家己民乡发车，开回台北3条埔南口的4条国道道线，65岁以上老大人促销半价优惠票。一年将近有20万的旅次，那其中大概有25%到30%是半票的乘客，交叉补贴的方式，让业者自行去拉高所谓的全票的票价，那它已经不符合真实的老人乘客的搭乘的比例。这对坐第4条客运路线的老大人来讲，影响上大。因讲是婚姻假期到台北大厅车票，要加付1倍钱。要长期亏损，我们也没得做啊。我们消费者当然我是感觉讲，你安那你要较早的人就有法度。业者表示，高铁婚姻站开站了后，冲击日通客运的运量，再加上65岁老大人占载客量的3成，一年开3000班，实在是挡不落去。婚姻馆长张丽仙也出面，呼吁公路总局到3工。那我在这里也希望我们公路总局能够在整个国道整个日统客运在协助这样的一个偏乡偏县的同时呢能够给予特别的这些优惠或是特别的一些赞助。优惠促销后，婚姻假期到台北大厅票为半价180到200。恢复为全票360到400。日通客运表示，23年来唔捌领过优惠差价低收的相关政府补贴。经过发展大众运输条例，除非法律另外规定优惠者以外，拢爱全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是表示，已经辅导降低空车率，也希望企业共同承担社会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8月大水后，互彰化真侪步河边的车路来损害。根据彰化县政府的统计，拢总有11条爱修理，无就是爱定做，总经费可能爱到5000万。不过，这个大灾祸已经经过1个月，真侪所在也无发包出去防做。地方也希望县政府赶紧来处理，袂就唔通拖。超安2公尺悬的安门头挡土墙，规片厝内残忍。原本伫点仔加路面的开喙石落机，把拢走出来。伫彰化县秀水乡八宝东镇的宝华道路，因为8月份连续落超大水雨，落机拢流起，影响安全。乡公所第一时间就甲路封起来。经过1个月，县府总算要发包定做。咱这个报题经过尽速，像这段这连外道路吼，这连外道路是咱陕西川，包括这个重要这连外道路，爱当尽速来甲伊完成，来这个村民吼，这个好诶，行得安全。因为路断去，影响着当地2个村对外的交通。秀水乡长希望县府会当紧修理。不过经过县府统计，这款因为8月份超大水雨害去的宝华道路，全彰化县就11条，修复的总工程爱开要5000万，但是因为设计规划加经费的问题，敢若会当一件一件发包。多数有一些弃石护岸或者一些老旧的护岸，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大埔接水沟就是老旧的护岸，所以它基础的深度不深所以在豪大雨冲刷的状况下，都很可能造成这个护岸的侧移，来导致堤岸道路的塌陷。彰化县水资处表示，根据各乡定期灾情汇报，详细宝华道路害去的是2林镇，拢总有4条。第2是埔心乡，9月初已经拢完成勘灾，预计2个月内会当全部完成发包，希望会当互交通较早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东石外海外线顶洲，在大人或者是片尾的沙洲啊，若饲蚵仔渔民定定去遐跳蚵坪，也是嘉义沿海地区观光的景点。嘉义县政府今仔日也到顶头来做清理，在1个半工就清出800多公斤的粪扫，也发现讲这粪扫真侪拢是对着海潮流过来的。外山顶洲4个拢是粪扫，塑胶管浮球、外矮蚵仔坪、换沙坡，为了要维护嘉义县的海洋环境，18早起嘉义县政府到外山顶洲举行净滩活动。有50%的垃圾来自于境外，所以它的垃圾也来自于在这个不同的周遭的这些国家。那这里面我们捡到的垃圾有韩国。有中国大陆，也有东南亚的垃圾。外山顶洲是我们东石这边很多养殖业者还有观光业者赖以为生的一个经济来源，所以呢，外山顶洲的保护维持呢，真的对我们很重要。这摆活动清出780公斤的粪扫，嘉义县环保局指出，因为其他国家是用的饮料管亲像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境外海洋粪扫，随着洋流飘过来囤伫遮。
最主要是大楼过后，可能还会出现一大批境外本数。比如说跟这些观光团合作啊，希望他能够每次上去的时候都能够带一些海滩垃圾回来的这些类似这些机制来演绎。另外，因为风台比扫甲者的蚵仔饼，也佫有鱼胶废弃物，县府渔业科也针对有污染性的塑胶本做成清理，同时未来也会伫新的产柜来提出渔民自主回收渔业废弃物的奖励办法，望因减少渔业废弃物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好真，接下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形。反送中到当时一直拢无休，在下晡有香港民众伫咧尖沙咀发起唱国歌爱国的游行，要挺香港警察来执法，结果甲反送中的示威者发生冲突。另外，前香港总督彭定康也呼吁中国爱互香港领导人空间，找出甲示威者的共识。人中国国旗，部分香港民众下晡伫尖沙咀发起唱国歌爱国游行，支持港警执法，吸引差不多30多人响应参加。但是现场嘛，反送中的示威者来遮播送原英讲归香港的歌曲，双方爆发激烈的口角冲突。游行的发起人资本接受警方劝导，考虑到安全问题取消活动，不过有部分民众无要接受继续游行，了后和反倒反条例的民众为条例，场面混乱。一个手提国旗的民众伫咧警方的保护之下坐车离开，港警佫用人架开反送中示威者，佫安排佫来为游行的民众坐警车离开。这个举动嘛，和反送中示威者争风火道，伫现场起火叫。反送中抗争运动发展3个月过，佫无看到有结束的情形。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出席日本大使馆的活动，秉持绝对不容忍暴力的立场，但是嘛指出，暴力有时阵是因为警方应对示威的方式所造成。I think the British government needs to be outspoken in stating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living up to its guarantees, up to its word. If you can't trust communist China in Hong Kong, where will you trust it? 彭定康呼吁中国除了爱护香港的领导人充足的空间，和示威者寻求共识，嘛必须爱说明清楚，确保香港伫咧一国两制之下，享有高度自治和生活方式，维持50天不变。若无不平静的情形会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第17举行今年第2摆的国会大选，根据民调显示，现任的总理内安雅胡甲主要对手建制所领导的南北联盟，因拢选调真侪人伫国会，无论是胜赢胜输，可能拢爱做新的内阁。以色列在17举办大选，结果还未出来。纳坦雅胡领导右翼的联合党，甲前参谋总长甘茨所领导的中间派南北联盟无分胜负。根据以色列电视台出口民调，在国会120个席次当中，联合党会得到31到33席，南北联盟是得到32席到34席。看起来两边拢无摕到明显的优势。אני שמח ונרגש מאוד להיות כאן הערב. כמובן שנמתין לתוצאות האמת, אבל כמו שזה נראה, עמדנו במשימה, ולא פחות חשוב, עמדנו בה בדרך שלנו. 今年以色列已经举办过一届大选，虽然讲迄当阵纳坦雅胡已经有贪污无好的新闻，不过嘛是个连任，所无法度顺利来组成联合政府，所以以色列国会表决解散，才有这届重新选举。纳坦雅胡强调犹太复国主义，而且佮伫选举进前，无顾大家前期宣布的占领约旦河谷，进行新的屯垦计划。民调显示，由阿拉伯裔组成的阿拉伯联盟政党，伫即届表现真好，伊计摕到11到13个席次，会变做国会第3大势力。
若是联合党甲南北联名，确定拢无法度伫220个国会当中，单独下过超过一半的61席厝的否定，所以一定要找找其他的政党来筹备联合政府。毋过嘛有可能搁一届会调伫遐。以色列总统李富林进前嘛出现来投票，伊会感动各政党的领袖伫选后赶紧组成新的政府。记者综合报道。阿马朗武林防合作地球的戏，却因为森林野火烧灭体，而且这10多年来也有非法组织伫咧当地乱开发土地，造成当地居民甲原住民的危险。上无有300人来归往，煞只有14个人互掠去关。另外一个国家第2，规个国家拢伫咧靠岸，有影是真严重。杀土机、机车、卡车各种的非法抽查工具，伫亚马逊的原住民屯北族的攻击之下，着小互放回烧去。人咧讲的地球的戏的亚马逊武林，过去真侪档一直有非法的组织，为着土地开发甲珍贵插头的目的，进行非法抽查。甲对国法也是组织因的环境执法人员、原住民甲当地居民进行恐吓、威胁也是攻击。The available data show that there were more than 300 cases of killings in the Amazon in conflicts over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last decade, and only 14 of those went to trial. So, this really shows the level of impunity that authorities on the ground recognize. 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显示，因为巴西总统波索纳罗鼓励开发，而且佮减少环境执法机构25%预算，互当局无法度有效阻止非法组织的行为。为2017年到2019年的顶半年，有一半甲违法抽查有关系命案，拢伫巴西北部的帕拉发生。生活伫亚马逊的原住民屯北族，为了维护生活环境，敢若会当用公钱来保护家园。E aí fomos 3 vezes avisar eles não saíram e tornaram de novo para dentro da nossa área. E aí a gente já fomos daqui grupo dar uma caçada para lá e chegamos lá topemos eles. E aí a gente partiu para agressão mesmo, assim, não agressão com eles, destruímos a máquina deles porque 只是非法抽查的人，世界拢有，互屯北族真烦恼。若是拄到有客情的非法抽查的人，会造成家己人的思想。所以，毋望国际社会会当为因提供防弹架，互因会当继续保护家己的家园。同款伫南美洲的智利是可汗的问题愈来愈严重，部分的庄仔头为今年以来拢无落过雨。这届可汗至少影响到智利国内差不多7成以上的地区，是过去10年以来可汗记录上严重的一年。目前当地绿色和平组织嘛敦促政府爱较紧制定限制用水的政策，来应对气候变迁造成的可汗。记者连上报道。美国有一位治好监禁的查甫抽水选手，伫17日间连续利用54点钟伫延吉的海峡受4抓，伊也用行动要来鼓励钓监的患者。当大家看到萨拉·汤马斯伫海上受水，真侪支持者才总算会当放心，因为已经伫延吉的海峡受水54点钟，中午拢无停过。甲外国团队每30分钟将有电解质、咖啡因、透2倍质的补充品为尊顶等互伊，可以会当伫海上补充。Sarah, you must feel ecstatic. I feel a little sick. A little sick, I'm not surprised, but you're still eating. It's been a while since I had something. 今年37岁汤马斯是为美国科罗拉多来的。原先受过伫英吉利海峡，英国甲法国之间差不多34公里，来回拢总4次挑战。伫这进前，历史上拢总有4个人完成受过英吉利3抓，汤马斯又搁超过这个纪录。理论上，4抓总距离差不多130公里。啊，毋过因为海印强会阻挡，汤马斯实际上受210公里。伊讲受水过程中看到真侪鱼甲海豚。面又搁因为海体受伤，苦苦咸咸的海水，回拿后又搁打又搁疼。What kept you going? The crew on the boat. Yeah. Awesome. A little over 24 hours ago when we turned around. Yeah.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quit. You've done it. I was throwing up. I was sick. She said, "You got this." My husband said, "Keep going." 本身就是耐力游泳选手的汤马斯，2017年8月
伫美加边界桑普兰湖，成功创下无停止一个人受104.6公里的挑战。4个月了后，向诊断得到乳癌，2018年治疗成功。对抗癌症时阵，伊受到真侪人的鼓励。伊嘛将即摆受过英吉利，完成人类海影耐力机械的成就，献予其他成功对抗癌症的患者。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关心教育的代志，国立阳明大学甲交通大学这两间大学要合作一经路。在今仔日，这两间学校拢召开校务会议，讨论合并甲表决，而且也通过决议。所以来会送到教育部来进行讨论。听候行政院核定了后，选出新的校长，上紧在明年8月，两间会正式合作一间。阳明甲交通大学两间合作一间，有法度继续。两间学校18校务会议，该让通过合校计划书变作重点。伫这进前，阳明学生会公布调查指出，618份有效的样本指出，有58学生反对。可效讨论的过程之中，就是其实各校各院他们对于跟交通大学合并，他们的优势劣势也都不尽相同，只是所以说大家的考量其实也都不太一样。虽然阳明学生会民调加一寡变数，阳明校务会议落尾嘛是以65票同意，超过2/3通过合并计划书。同一时间，交通大学嘛以59票，超过2/3的票数通过计划书，所以来上教育部来审查。如果说核定我们计划书，那我们也能够很顺利的选出我们的校长，第一任的校长的话，就才有可能在明年的8月。所以一切都还是有变数这样子。交通大学学生会指出，学生甲校友上要紧的是新的校名是以阳明伫头前。一年多以来，反对的声音有较细，毋过针对合校以后毕业证书面顶的校名，也是感觉真碍叫。如果是我们领阳明交大的证书，它就会变说，可能我毕业于阳明交通大学，然后最下面加一个原交通大学，就是还是有一点别扭的感觉。虽然阳明校方强调，讲要等待教育部审查，经过行政院核定了后，才会启动来选新校长的定数。交通大学学生会认为，未来变数应该袂伤大，上紧明年8月份，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应该就会正式挂牌。记者综合报道。南山人寿新系统一再出问题，严重影响到客户的权益。伫咧昨金管会也开出一张金融界有史以来上届大张的罚单，3600万，也下令董事长杜英宗要停职2年。不过，南山人寿的企业工会认为讲，金管会出手伤过慢，到单则未收煞，也认为处罚伤过轻。南山人寿新系统警戒，去年9月上线了后，就不但发生保单停效，至少有152000张保单受到影响，甚至讲投资型保单嘛发生落唔到单的情形。常常互金管会动发，拜二暗金管会搁再动发南山人寿，并且点出新系统3大缺失，包括严重影响保护的权益，无依照一般采购天数办理比价，以及投资型保险商品少无处理系统错误，影响财务等等，动发南山人寿3000万。另外，子公司南山产物保险公司嘛，因为无做好成本分析和风险评估，被裁罚600万的罚款，算算的今年已经被罚5460万，是台湾金融史上单年度上的记录。另外，董事长杜英宗嘛被停职2档。在杜董事长在的时间之内，这件事情并没有处理好，尤其从一开始的采购的决策，从一开始的风险控管的决策，他并没有处理好。因此，我认为在改善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不要插手。我们给南山2年的时间。不过，南山人寿企业工会认为，金管会处理了上慢，过去这一档，甲金管会反映6件以上，即马才动发已经上慢，建议应该开放上系统验证，并且认为董事长杜英宗停职2档，罚了上轻。花了100亿。结果还出很大的错误，这是金融业不能犯的错误。那我们认为这个程度还是太轻。金管会想要树立一些典范出来，公司治理那一块，这个保护的权益啦，然后呢，资金的运用啊，它的一些该有的规范。金管会表示，已经要求南山人寿对即马开始先全力改善投资型保单系统，并且确定不再出问题。搁要伫咧年底进前交出改善报告，确定要安怎修正核心系统。一旦确定可行性方案了后，就要伫咧明年全力改善。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所落来要来选立委，也真侪人拢伫咧拼基层。立委选举伫婚林县第一选区出现变化，也因为前未了乡长柯中富退出选举，民进党是定调立委苏治芬来选，要来对决国民党籍的前立委张家军。原本党内初选胜出的前未了乡长柯中富。在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和前云林县长苏治芬的陪同下，17号在云林好尾举办座谈会。柯中富先向在场的民众说明，为着要顾大局，伊愿意退出这场选战，由党内进行人选的调整，改征召前云林县长苏治芬来选。政治无啥委屈，但为着大局吼，会当做的无委屈。政治本来做正向的代志。这个黑色的力量，他们正在帮派化，正在贵族化。用这种假庶民的方式，要夺取公共资源。柯中富4月底民调胜出后，就过来听到基情，但国民党一直到8月初，才决定由张家军要参选云林海区的立委。目前民进党定定换将，张家军就讲，根本就是违反民主、操弄民意的做法。等于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民主机制之下来换将哦，我觉得这对于云林县的选民，甚至民进党党内的这些同志哦都不公平。民进党18号下晡召开中执会，即是提出通过征召现任的立委苏治芬参选后一届云林第一区立委选举，因为情势改变，针对初选的结果调整，向地方党部和在地支持者表达歉意，但强调云林是台湾民主的防线。若要顾大局胜选，就需要收掉云林县。这场云林报道。拍棒球的南美国桃园队放出消息，想要转卖别棒了后，在今仔日就日本媒体报道，讲日本的乐天集团想要甲买入来。桃园队的领队也确定有这件代志，打算在明仔载会对外说明。中职球队南美国桃园队伫7月份宣布启动转卖定数了后，小联赛传出国内有真侪间企业有意思要来接触。不过18有日本的媒体报道指出，日本乐天集团按算要接手，已经甲桃园队来直接，双方是会谈甲真顺利。的确是有这么样的一件事情在进行当中。那乐天预计也会在明天正式的对外来说明，所以如果有一些细节部分的话，可能明天再跟大家正式的对外说明。桃园领队老解定正是这件代志，上紧19这天，桃园队甲日本乐天队对外来说明，其他部分暂时无法度公开。伫中职经营16年的桃园队，无论伫成绩还是票房人气的表现拢真好。而且日本乐天毋但伫日本职棒有乐天经营队，最近这几年嘛积极伫投资世界体坛的比赛。今年7月底是以乐天国际商银摕到台湾顺网络银行的执照，即马传出讲有意思要收购桃园队，引起外界关心。球队在选择交易的对象是自主的，那这一点我是完全尊重球队的判断跟选择。那我想表达几点啊，第一点，我希望市政府跟这个球队的合作是紧密的，不会改变。汤市长郑文灿表示，希望桃园队甲市政府合作袂改变，嘛毋望球迷的感受会当受到尊重。若是未来球队甲球场的合作方式，会伫新的球团产生了后来进行协商。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一枝草一点露，天无绝人之路。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公家或者是民间的机构，拢一定爱请一定比例身心障碍者。伫咧台东县目前已经超过请200多名，不过也因为欠缺较大型的企业，致使规个台东县有16000多名的身心障碍者，有工课人比例是无公解决。38岁雅芳是北英温社福基金会台东中心身心障碍辅导就业技能的学员。8个月来，伊伫太麻里乡一间大卖场学做收银员的工课，对含顾客对话、计算商品、甲物件伫咧落架内面收钱，这流程拢会当顺利完成，通过考验。雅芳希望会当真正有一份头路通做。想不想自己也出来工作？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让他们也觉得说自己还可以展现一些的训练、一些的技巧的话，我觉得那个生活的品质会提升。
含雅坊做伙学就业技能的其他4位学员，嘛利用大卖场当作训练场所，学款会补会。虽然是简单的工课，但是对身心障碍者来讲，要克服比一般人更加侪困难才做会到。毋过因想要就业，但是台东县的就业机会无侪。虽然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公民营机构应该请用一定比例的身心障碍者，但是台东县目前请用的总人数已经超过法定标准。应禁用这个身心障碍的人数应该是315人。那目前我们的统计总共这个禁用了541位的身心障碍者。台东县社会处统计，全县总共有16000多位身心障碍者。不过台东县欠缺大型的企业，会当提供的就业机会真有限。不过北英文社福基金会已经和真有名的大卖场合作，提供实景学习的场地。结婚的学员将来会当回来到基金会所创立的商店直接就业。记者综合报道。国美一级美术馆彩绘列车，本地一个石灰图，也就是山料麻。洪亚康讲是用罗西亚画家所画白落去改的，俄罗斯画家莫罗扎瓦也了解了后，也免费替台湾画石虎，也邀请伊来到台湾参加启动仪式，有影是跋一倒捡到一只金鸡母。收到了后，的国美一级美术馆彩绘列车凸显石虎的特色，早起伫一级火车头正式启动。对设计过程引起真侪争议，其中以石虎的图引用俄罗斯画家绘白的图引起的批评上侪。最后是由俄罗斯画家莫洛措娃主动免费画石虎的图，嘛被邀请来参加彩绘列车启用典礼。Что мои иллюстрации так им понравилось, что мой подарок пришелся к месту, так сказать. 他说很高兴来到台湾了哈，他说他很高兴说他的插画能够得到台湾的民众的喜欢哈。Милая получилась. 他说我们台湾的那个作品哦，台湾那个设计的作品实际上也非常棒。他说。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过程有欠点线促成台俄的交流，嘛，让大家更加关心石虎的保育。经过一个再设计那提出，那现在又有卡佳小姐她授权我们使用的她的插画。那这样子把台二的设计师的作品一起呈现，这个也对我们未来一方面保育石虎然后推动铁道观光很有帮助。这个故事过程当中，我想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石虎，让台湾人更认识石虎这个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对收证了后，石虎的图，地震中心表示会当接受，再去做伙出席这场启动仪式。观光局含代替开300万打造全国头一组会移动的美术馆列车，融合一集铁道旅游、在地产业和艺术文化三个元素。过程会真侪争议，嘛提悬列车的新闻度甲关注度。记者综合报道。9.1大地震发生到今已经20年啊，为着要让地方安定，南投国姓当时的乡长就创办第一届抢成功祈福绕境活动，在今年9月20到23连续3天，乡民也借着这个机会推销在地农产品。此刻有个精彩的国姓乡抢成功比赛，交有地成功人上的三轮车杀到终点。另外一边是地方的公庙出桥绕境，祈求阖家平安。逐年9月21前后，拢是南投国姓乡一年一摆抢成功的活动。今年南投县政府特别甲4个乡镇做伙合作，要趁这个机会，甲在地农产品行销出去。咱的文化观光产业的这个联盟吼，就是互相支援，就是讲叫做甲家己所有4乡镇内底上好的文化吼，上好的农产品。上好的观光的物件，共同来做伙策略联盟来行销。例如说，针对最近的147县这个乡镇都有共同的观光产业跟农业的相互的这个受益国姓乡抢成功的活动，融入当地客家十望打拼、江山港店的精神，代表客庄团结为共同目标做伙打拼，得到成功的意思。这个活动也是921大地震了后，为着要提升乡亲的士气所产生的文化活动。今年佫较有国外团体小济要来报名抢成功的比赛。没有透过暨南大学没有一些国外的团体有入来。今年没第一摆有6个乡镇来参加国乡的抢成功活动。你还没去创举啦，
所以未来的抢成功活动一定会越办越好，越办越走向国际化。9日的大地震发生到大已经20年啊！逐年到这个时阵，国姓乡抢成功的比赛，就有真侪民众会来参加，体验国姓乡客家，也搁有国姓爷的文化。听讲，若真正抢到成功，就会使得到国姓爷的保庇，游客另抓来到这，嘛会使做伙抢成功、赢成功。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北港妈祖慈悲心，西礼即项共父亲。在婚礼西礼即项的武术是顶港有名声，下港真出名。在理论的学讲国小，毋但学拍拳头以外，佮将传统武术的阵法坎坷学起来。在今仔逐摆练习的时阵，拢对着照安客家文化甲即项的武术有更较深的认识甲体会。电视摆开拍拳力头真好，婚林二轮乡学讲国小学生学七项武术，拍拳、压兵器、练开喙使，逐项都学，传承在地练武顾庄头的文化。传统武术发展定型，坎坷就是要甲团队的效力发挥到上大。坎坷就是一个团队，如何把这个团队发挥最大的这个攻合的效力？在古代以前，整个假如说有土匪要来劫掠这个村庄的时候，我们平常训练有学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阵型去对付这些外来的这些侵略。小学生练武术，唔拿身体用，把训练团队合作甲责任感，一遍搁一遍的练习，就是为着要展现上完美的阵势。蹲马步的架势，还有拿刀的那种架势。哨子吹错或是绕错地方。好转的秘诀是什么？每天练习。开口时要每次练习才可以准确的知道什么时候要靠，然后脚步要怎样。俗语讲，输人唔输阵，输阵就歹看面。七项这项武术，唔是家己一个人练好就好。坎坷注重团队合作，大大细细的美感。现代虽然已经无需要练身体来保护砖头，也毋过囡仔伫每一遍的练习内底，对照安客家文化和七项的武术，拢有更较深的体会和感情。记者综合报道。俗语讲，你看我噗噗，我看你母母。伫台南有4位少年人组成一个，或者是 IWN 的技术团队，也已经经过20冬啊。真侪人拢认为因伫咧乱画乱做，敢真正是伫咧乱画咧？咱做伙来看。做饼或者是人讲的喷漆，这个功夫，伫咧过去是无人通好请教的。正介意做饼的帮庄员，外号叫做糖啊，伊甲朋友一路研究，甚至到国外找资料，因为坚持才有即摆的成就。所以讲，迄阵了解讲喷漆，也是伫画伫路林，互人会当安骑车过，会当看到，伫路边办画展的感觉嘛，所以讲涂鸦这点吸引到我这样子啊。喷漆这种物件，佫是安尼，比如讲我即摆练甲安尼啊，但是你叫我10条线100条线拢照我意思无差不多，我敢若有90条会当照我意思啊。算20冬啊嘛是共款，因为伊迄变数伤济啊，喷漆的物件。伫咧喷漆的作品，也未去互真侪人了解，或者是看到的阶段，好加在有厝内底的人甲支持、甲听，互即阵正介意做饼的少年人有法度自由创作，展开无共款的人生。迄帮人饼，迄阵迄是路尾，我真知，捌去用掠过3届，后来看来讲渐渐摸出一条路出来我想讲这嘛是一条路啦。台湾人咧讲，买嘛一步，行行出状元啦。就算讲日头请赢赢，透中昼嘛着爱画，甚至连喷漆的工具也着爱家己做，有影真无简单。我感觉这个部分有影响到迄个社会民众对涂鸦这个物件的美感的迄个变化的观感。因为你若无合法涂鸦区，大部分看的拢是迄种较不完整的啦，就看袂到涂鸦内底比较细腻的物件。我感觉安尼嘛真正面真好啦，我也感觉与有荣焉，袂歹。这群少年人是台南之光，嘛是咱台湾之光。因为有少年时的青春梦，大汉了后，只要用手头一罐菜，就会使自由发挥创意，甚至用安尼方式回馈社会，也互人有机会以无同的角度来欣赏喷漆做饼的艺术。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九月台无人知，在马仔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水汽影响，台湾北部甲东半部有可能会落阵雨，中昼过后南部地区甲中部的山区也会落阵雨。
另外，伫滨门、平湖、马祖是坐云到好天。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为24度到31度。中部地区为24度到33度，南部对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为23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5度到33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要带恁来到德国看越野车赛，也感谢今日您收看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个时间咱再会。